你怎么才送来呀？都2个月了。喂，钥匙我要啊。多少钱呀？20太贵了，就5块吧。好了，别说了。你的快件拿到了，我的呢？大爷，您坐。你等会儿。根本没什么快递。谁的？海英的。名字一样，所以送错了呗。原来真的是你拿的，你为什么用它？哪个女孩看见了快递不拆呀？好几个月了，我看见好看就用了。一双筷子而已。你知道它的意义吗？Agent 둘 대 죽순是我妈妈留给我的。理发也不容易，理发也是一门艺术。理发也是艺术。那我帮你理个发吧。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，艺术不是一种技术，而是一种心术。我对你一直很真诚的。잠 못 이위
مرجع Musun diyor